无你惊，因为我报你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已经为着你生前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所以下说今仔日是圣诞主日，代表意义是主要所的降生。咱要来检讨中的腊节，这个腊节是基督的腊节。 要提醒咱，基督是圣诞故事的中心。中白色的蜡烛是代表基督是世界的光，这是欢喜建筑的时阵。基督甲咱同在，伊要想出咱望喜乐甲和平。 已经完成伊的有言，救主已经降临。咱要首歌来吟诗学了上帝献诗63首，献诗63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当时代祈祷，转年的天要上帝，这是一个通值得欢喜的日子。这是我抱着感恩的心，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来参加来庆祝，来迎接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天要我感谢你，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我得到平安甲喜乐，我无再有忧愁甲惊吓。 你对全天甲人世间，甘为着阮准时伫咧做，互世间人明白你来得到丰盛的稳定。阮充满欢喜的心来纪念你的降生，因为你本来好野，所为着阮来诚做颂香，要互阮因为你的颂香来诚做好野。总是当阮看见现今的圣诞节，已经诚做人类放纵的节日。 因为只有看见闪烁的圣诞树，无阁看见是一个光明。我只有看见满街的圣诞老人，阮所袂记得耶稣基督才是圣诞节的主角。但求你阁一摆借着圣诞节来提醒阮，圣诞节的意义是你对人类的疼、厌倦甲稳定。最后所的降生是为着拯救阮人类的罪。 让阮时常记得主要所的疼，甲基督徒的真意。
伫苦难的世界中间，都有困苦，都有就意听的降临，都有送向，都有就应该有教会的存在。阮相信，你互阮上大的圣诞节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伊的来临，带互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好的消息。这位和平的人君，伊伫怨恨的中间，相思疼；伊伫伤痕的所在，相思宽容；伊伫怀疑的时阵，相思信心；伫绝望的时阵，相思盼望；伫黑暗的所在，相思光明；伫忧愁的所在，相思欢喜。阮期待伫圣诞节来临的时，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有对耶稣的性命，伫别人的性命中间来见到疼、宽容、甲信心的经济。相信这就是阮互别人上好的圣诞礼物。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咱要三甲来启用经文第30日。经文第30日，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你若要受痛苦的罪，无可减去黑暗。天上帝互因爱互约旦的无话，外邦的后裔，这就会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行伫死的光照伊。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叫素咱。伊要负担国籍。伊的名称做奇妙的故事，全能上帝，永远伫地的和平的人君。伊的国籍甲平安要加天父共治。就是大地的宝座甲天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心，要成这事。这是咱要三个来读上帝话，圣经记伫马太福音第1章第20节到23节。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第20节到第23节。我本的圣经伫第1面，第位的圣经嘛是第新约部分第一面，跟着我来读。马太福音第1章第20节到23节。这想的是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貌中出现，讲代表了父的约瑟啊，我一听就带伊的母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伊要生囝，伊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这事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你看，在小女要生因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地。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第20节到23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上，这是咱要请本堂的题目书来讲到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咱同先来祈祷。主你听到阿爸对上帝，今仔日是你的主日，也是阮同欢喜的日子。因为你早时你坐起你的独生囝主耶稣做成肉体，就要救阮世间人的罪。那阮伫遮咧用这个圣诞节，就是纪念
主你早时就阮诞生。阮无逐日主你来安尼做，但是因为你听阮，这种遮尔大的问题，阮毋知要安怎来回复。阮只有将你的应用、你的因果归还到你的心就。阮伫这所在，用阮的赞美礼拜，要来献给你主你的名，求主你的心，甲阮三个做伙，祝福伫阮每一个人。要阮逐人怀着谦卑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回复，伫阮的心门，我会当明白，原来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平平安，平安，大家圣诞恭喜！大家圣诞恭喜！咱甲互相圣诞恭喜者，给我们彼此互道圣诞恭喜！太真正恭喜啊！咱的圣诞恭喜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圣诞恭喜是为了什么？圣诞节是咧庆祝耶稣的生日。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生日。然后人生日的时，咱拢会送礼物。如果有人生日的时候，我们会送礼物。请问你伫圣诞节要送什么礼物给耶稣？请问在圣诞节你要送什么礼物给耶稣呢？耶稣无伫咱的身躯边，耶稣不在我们的身边，你要安怎送礼物？你要如何来送他礼物呢？现在要想过这个问题无？你是否曾想过这样的问题？圣诞节咱有送真侪咱心欢喜、咱所疼的人礼物。圣诞节我们会送我们所喜爱的人的礼物，但是你要送给耶稣，但是你有送礼物给耶稣吗？你要送什么耶稣？送什么物件给耶稣？你送什么礼物给耶稣呢？你安怎来送给你？你怎么送给他？今仔日圣经在甲咱讲一句话。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马内利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咱都要看这个圣经在咱中间用华语也有用台语的。我们刚刚这节圣经节，华语的最后一节也讲，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台语的部分呢，咱讲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咧。上帝安怎和咱讲话？上帝要怎么样跟我们说话呢？上帝借着下面这种无的方法，而且咧甲人讲话。上帝借着5种方式跟我们说话。头一个透过历史，第一个透过历史，伫历史的记载中间，看见上帝作为是什么？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上帝透过这个作为咧向咱讲话。上帝透过他的作为来对我们说话。上帝安怎照顾以色列人？上帝如何照顾以色列百姓？就甲以色列人讲，你就是我的百姓。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就是我的百姓，你是我的选民，你是我的选民。我安怎疼你？我如何爱你？虽然你背逆我，虽然你背逆我，我依然疼你，我仍然爱你。整个历史就是甲咱讲这个代志。整个历史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嘛，底下来讲着，伊毋但疼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他不但爱以色列人，伊嘛疼世间所有人，他也爱世间所有的人。所以上帝常常透过历史所记载、所经历来甲咱讲话。所以上帝时常通过历史所记载、所经历的来告诉我。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利用着这个最棒、最理想，他利用异梦、异象。咱来看去旧约中间，我们曾经看见旧约当中，不管是这个撒摩利，不管是撒母耳，还是约瑟，或是约瑟，还是但以理，或是但以理，咱拢看去上帝借着梦在甲伊讲话。我们都看见上帝借着梦对他们说话，借着异象在甲伊讲话，借着异象对他们说话。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是借着天使，是借着天使。咱知影玛利亚要出世前，我们知道玛利亚在怀孕前，以前，也是天使去甲伊讲话，天使对他说话。然后嘛，甲这个加西利约翰的妈妈讲，而且告诉施洗约翰的母亲撒该利亚，撒该利亚甲伊讲话，对他说话。嘛，伫旧约中间，在旧约当中，甲以利亚甲足侪先知讲话，也告诉以利亚和许多先知。上帝借着天使在甲人讲话，上帝也借着天使对他们说话。上界普遍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最普遍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经。今仔日这本圣经已经2000多年无改变。
今天这本圣经已经历经2000多年，没有改变。每一个人拢能听见上帝咧甲你讲话，每个人都可以从当中听见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是你家己耳孔有开无？是你的耳朵没有开，你的目睭有开无？是你的眼睛开了没有？你有心有开无？你的心开了吗？你甲准做一本册咧看，你是当成一本书来看，还是准做上帝咧甲你讲话？或是把它当成上帝对你若是知你说话？影这是上帝咧甲你讲的话，当你知道这是上帝对你说话，你得用心去领受，你就应当用心去领受这。是上帝咧甲你讲。这是上帝对你说话。佫有一个方法，就是今仔咱所看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上帝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以马内利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伫今仔日马太福音第1章的23节，在今天所读马太福音的第1章23节，清楚甲咱讲，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咧。清楚的告诉我们，翻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头一个，伊毋是一个祈祷，所以第一个，它不是一个祷告，伊是一个宣告，而是一个宣告。伊是宣告讲上帝甲咱伫咧。它是宣告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毋是伫遐讲，我找一个代表我的物件来甲你伫咧。上帝不是找一个代表他的东西与我们同在伊，是讲我亲自甲你伫咧。上帝说：“我亲自与你们同在。你毋知有感觉到这个气力？”你们是不是有感觉到这股能力？是耶稣道成肉体到地面，代表什么？耶稣道成肉身到了地面上，代表什么意义？人甲上帝甲人做伙，是神与我们同在。伊毋是派一个代表来，他不是派一个代表来，毋是派一个特使来，他不是派一个特使来，啊，毋是派讲去参加什么人，总统派什么人去，而不是这不像总统派一个人去参加什么，是总统家己去。是总统亲而自去，这个所在是上帝直接到咱中间，是上帝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伊亲自来到咱中间。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即嘛，甲咱讲一个意思，告诉我们一个意义，毋是咱选上帝，是上帝选咱。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上帝主动来选咱。上帝主动拣选我们。这个同在，上帝到咱中间要创什么？这个同在，上帝来到我们当中要做什么呢？今日所看马太福音第1章21节后尾啊段安尼讲，今天我们所读马太福音第1章21节后半段这样子说：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因为他要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伊道成肉体要创什么？他道成肉身是为了什么？毋是要成做君王，他不是要成为君王伊，是为着要救咱脱出咱的罪恶，他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脱出咱的罪恶。脱出我们的罪恶。毋是伊互咱成做咱个犯罪，是咱家己已经犯罪啊，不是他使我们犯罪，而是我们已经犯罪，是咱家己爱陷落伫迄个深坑内底。是我们自己陷落在罪的深渊里面。但是耶稣来，但是耶稣来是要救咱脱出咱的罪恶。是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恶。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这样，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这样，神亲自到咱中间，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表示伊的疼，表明他的爱，安怎疼咱，他如何爱我们，救咱脱出咱的罪恶。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伫咱今仔日咧庆祝圣诞节时，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咱是敢若送礼物予其他咱所疼的人，不是我们送礼物给其他人，咱是更应该送礼物予咱的耶稣。我们岂不更应该要赠送礼物给我们的耶稣？因为天顶宝座落到地面来，他从天上的宝座下到地为着上，要救咱脱出咱的罪，为了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咱免咱送伊啥物件？我们要怎么样送今日他？要想起这个问题，你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有吗？提出几样项，有几点，咱会当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我们可以做合神心意的人。做一个囡仔，伊的爸爸上干欢喜是什么？做一个孩子，他父亲最喜悦他的是什么行为？伊的一个，原来咧讲我这个乖囝，他说这是我的乖儿子。为什么讲伊乖？为什么我们说他乖？因为伊所做足下伊老爸的旨意。因为他合父亲的心意。咱要诚做一个庆祝主耶稣的诞生，我们要成为庆祝主耶稣降咱生。来行离主耶稣爱咱行的道路，我们要行在主耶稣要我们行的道路上，欢喜，他就是内心喜迄就是好的礼物。
迄就是好的礼物。这就是好的礼物，你毋是讲你送伊足侪其他的物件，并不是我们送他很多其他的结果互伊无欢喜。结果让他不喜悦。你迄个礼物敢真做是礼物噶？那个礼物还是礼物吗？头一个，咱来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啦。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第二，咱是基督徒。第二个，我们是基督徒，咱是伊的学生，我们是他的门徒。咱的所做是显明你就是伊的学生。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显明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你有发出迄个基督徒的香味出来？我们是不是有发出基督徒的馨香之气？当人知影讲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当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是讲无怪，是说难怪，还是讲敢不影？还是说真的吗？你会当互人看出来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不可以让人家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在咱的社会中间，基督徒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一个高标准的，是高标准的。所以人讲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讲你做了袂歹。所以当人家称为基督徒，就认为说，你做得不错。你的这个道德比我更加高。你的道德应该比我们还高。所以你到底要互人讲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是不是要让人家认为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发出基督徒的香味无？你是不是有发出基督徒的香气？你若有，就互耶稣一个。如果有，你就让上帝得荣耀。你会当为主来做见证，你能够为主做见证。有的人不一定看会出来，但是你会使甲伊讲，互伊知影什么是救恩。有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什么是救恩。你的所做，互人看出来讲，我对你的所做中间看出来是什么？别人可以从你的行为看出来什么吗？这是你会当做送互耶稣的第三个礼物。这是你可以送给耶稣的第三个礼物。第四个礼物是啥？第四个，咱咧讲咱的人生观是因神得利。我们说我们的人生观是容神益人。伊的结果就是你会当哪参像耶稣。它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所以第四个就是讲你要当学像耶稣。所以第四个是我们要学像耶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会当因神得利。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是否能够容神益人。这5项礼物是牧师提出来讲，你唔知当用这来送给耶稣。这5个礼物是牧师所提出来，你能不能用这样子来送给耶稣？你伫圣诞节，在圣诞节的时候，你爱送给生日人礼物，你会送给生日的人礼物，但是你要送什么？但是要送什么？咱真侪人拢唔是今仔日生日，我们很多人都不是今天生日，但是你圣诞节可以送礼物啊。但是我们还是会送礼物给他。生日的主角。生日的主角，但竟然袂记，我们竟然忘记了，因为伊无伫咱心里，因为他没有在我们当中。但是今仔日圣经甲咱讲啥？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上帝就是伫咱中间，上帝就是在我们的当中。上帝伫你的心内，在你的心里。你无在所在，在很远的地方。为什么你无送伊礼物？为什么你没有送他礼物？是毋是你唔知要送什么礼物？是不是你不知道要该送什么？我想这拢是咱大家去努力的所在。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最努力的。他们来送礼，可以来送。从结论来看，我们来看结论。上帝用亲自甲咱同在，就是以马内利来表明伊的疼甲有典。神用亲自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来表明他的爱与恩典。真正是伊的疼，伊才要安尼做。真正是他的爱才会这样子做。因为咱人拢违背伊。因为我们人类都违逆他，咱常常拢互伊见笑，因为我们使他羞愧，无互伊得到荣光，没有使他得到荣耀，但是伊单单疼咱，但是他单单爱我。所以第2点讲，咱本来是无值的。第2点说我们原是不配的，所以咱要安怎来回应？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咱该用因神应灵来回应上帝的疼。我们应当用容神益人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希望咱伫咧庆祝圣诞节时，盼望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咱拢会当用耶稣欢喜的礼物来送给主耶稣。我们都可以用耶稣所喜爱的礼物来送给主耶稣。我相信咱拢知什么主耶稣欢喜。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主耶稣所喜悦的。顶多是咱知，但是咱行袂出来。通常我们知道，但是写不出来。但是上帝有互咱应允。但是上帝给我们应允，伊要差遣圣神来帮助咱，他要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咱常常祈祷，
只要我们常常祷告，求圣神帮助咱，求圣灵帮助我们，用咱所行的用我们的所行来尊做礼物送给主耶稣，来成为礼物送给主耶稣。同心来祈祷，同心来祷告。主必听喇叭杯上帝，阮献上满心的感恩，伊今仔日阮咧而且来庆祝，主耶稣为着阮诞生。伊的生日，阮来送礼物互伊，但是阮常常袂记咧，颠倒将即个当做一个休困的节期，而遐咧其他的一种节目，而遐来占据阮这时间，颠倒我无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前来孝念主，你早时你听阮，你为着阮受苦，会遮个阮要安怎来回应？主你无按算要对阮得到什么礼物？但是阮真正受你拯救的人，阮意爱要送礼物予伊的时，求主你帮助阮，因为阮知你所爱的，是照着你的旨意来行。求主你帮助阮，阮过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圣诞节，毋是一种普通世俗人伫遐所过一种休困的圣诞节，乃是一个真正伫遐来纪念着主你的救恩，通欢喜的日子。阮献上阮的感谢和温柔，这是阮要同时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讲：阮因你的杯，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的眼睛一日天，阮的日心不能互阮，下变阮何有？亲像阮要下变互阮的人，无你抓阮之时，就叫阮在你的爱里，民国万年永恒丰盛所，代代有尽。其实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但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才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赐下你的独生囝，甲阮世间，为阮的罪来受死受掉。阮感谢了你，让阮算少阮规年度安尼的日子，阮要搁来感谢你所享受的恩典。愿求主来看顾，互阮成做一个你所欢喜的人。以基督的心为心，互阮可靠贵力来传扬主你的福音。求主看顾阮每一个兄弟，伫阮日常生活中日日更新，做一个英神敬人的人。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谢谢，这是咱要请提摩叔来做。咱三个来看经文第一啊。经文第一啊，咱对遮开始是第一个宣告，讲今仔日是圣
诞主日，咱有点第5、第6节，互咱会当明白伊的意义。咱较等煞的是，咱伫遮有一个圣诞节的节目的表演，表演煞的时阵，咱做伙用餐。咱做伙用餐的时阵，咱会看咱第2夜所在有咱的岛，伊第几组，你就坐伫倒一个所在。而这所在嘛，要互咱知讲，咱若有今仔日临时再来，伊无报名的，伊愿会当过来参加。即个咱有备一寡倒一个，但是遮个拢总爱到会场的所在，到即个上市的餐厅，伊也才会知影。有迄个有一个人伫即个门边啊所在，你若临时要报名，你家己报名吼，就互咱大家知影。第2夜的所在，咱家己先看好，你到底第几岛，咱去到遐就袂乱吼。咱第二点，咱今仔日即个是根据吼，咱上个来看是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咱做来读，咱先读华语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台语讲，你看，在小日要真因生囝，人要伊的名做以马内利，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地。嘛，咱会当真正记哩以马内利意义是啥物？咱看第3点，咱每年1月30日咧调举定期令的会员聚会，请爱交资料的人爱注意这个时间。1月初1，咱有咧调开小会甲问道理。1月初2就是咱的圣礼典。12月31是咱的跨年祷告会吼，咱是为10点开始，咱邀请大家来参加。咱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阵，咱甲上帝三个做伙。上帝已经甲咱做伙，咱是还未离开，还是咱也要甲伊做伙吼？12月31，咱一直到跨年1月1号的5点才结束哦，所以咱来参加。这个所以讲的祈祷会暗时10点，今天讲的祈祷会依然有咱用较等会淡薄仔解说一下。后礼拜就是已经进入到2021年，所有这服侍人爱伫外口的所在摕着服侍单，爱注意伊的时间吼。然后有啥问题，请甲迄个苏金长老来讨论。咱要结束咱2020年，今仔日明仔载咱就要关小起来吼。所以若要奉献做伫2020年的人，会记得注意。到明仔载咱就关小起来。伫咱的周报中间，咱有附一张即个家庭礼拜家庭祭坛的这资料。即个第10期吼，建立家庭这段坚固性命可保。即咱倒转的时阵，厝里的人做伙时，咱用即个资料伫伊个所在做家庭礼拜。传道部分乡里团结来的即个1月初7迄个礼拜，因要到伫台北去看花博，若要参加的人。怀东来报名，妇女团体来拜礼用主餐，大家注意。生命教育协会呢，伫来这个跨年祷告会前，要调开里监事会议，请咱注意。咱的和平使者刷的是前景记录卡呢，请交予文成干事。咱村的客户购物咧，请咱倒跟教会时再来买吼，包括新的信息来买。咱的合作社伫1月23要调去社员的大会，也有股市这问题，咱写伫这所在，请咱家己来看。咱看第2页的所在，有包括咱一寡肢体问题，肢体需要关心的，有包括咱去到山骹的这个安养中心，咱有伫遐家注意指备水类，然后音乐节已经受助温调。伊的即个个别礼拜是伫1月初1下午3点，望咱会当来参加。咱有即个姊妹就是家军，伊1月初1要结婚，还有利奇1月初1要订婚，咱彼此来关心。再来看咱周末中间，咱佫有贴即个即张即个是要讲民国100年怎么过？这是青年人发出来运动吼。你要饥饿30、饥饿12、饥饿24，伫顶头拢说明起来，望青年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来经历着咱世界佫有真侪人会欠咱爱来食，即个还无食米通食的吼。然后咱要来看第13页，
咱的酒杯第13页，将咱天规酒杯第13页。第13页所就讲到一个明年度咱的祈祷会的部分，咱有第2还是第3礼拜5，咱有要一个祷告特工队，咱一个所在简单写一下，请咱注意。后礼拜咱会去说明一遍吼，所以伫遮咱无要特别过来说明，请咱注意讲，咱明年度的即个祈祷会，咱有淡薄仔修改伫。伫这所在，咱要利用这种机会，因为新的中会有甲咱的主理老师有做即个表扬一个吼，因为隆重其实毋是单即4个尔，但是伊含这4名，所以咱就将上爱资深的这4名的老师，咱报告伫中会，要来表扬吼。咱即个所在来读伊的名，请伊本人嘛无卫生，有要代替人，请来读代证，咱要领奖状甲即个一本册要帮助伊吼。来李树梨，过来徐世芳，甲吴树鸾，甲陈义哲，这4位老师吼，4位老师到伫代证来吼，咱通来。那2位是代理，不是他们老师没有做这么久，是太太，还有一个是像助理，哦，那个怕不好开，有热血老师来这里参加，努力的这个，谢谢。咱今日礼拜是刷落去，要有献歌队，伊拢共40分至45分，伊用一本这个一本诗歌本。才要来庆祝主耶稣的诞生，为开始大降节开始，一直到主耶稣为着咱来拯救，所以咱用一个感恩的心，咱三个来参与。我所讲所传的，是讲上帝奥妙中的智慧，前所未捌的，就是上帝伫万世代以前所诞生定着，为了咱所得到阳光的，是照所记载讲，目睭袂捌看见，耳管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囡仔所明白的。恁的上帝讲，恁着安慰我的百姓，着对耶路撒冷讲好话，搁报伊知，伊的交战已经尽，伊的罪过已经赦，伊为着伊一切的罪，对耶和华的手加倍受刑罚。有声就讲，是旷野避犯耶和华的路，伫沙漠的地。就迷咱的上帝大路，这个山谷拢要天互伊天，大些山头拢要掘互伊家，弯弯的要解互伊直，坎坷的要修互伊平。耶和华阳光即个显现，既然要记的，要拢要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是谁讲的？众人拢望仰上帝的大威严。
石头要发一支影，对伊的根所写的字要结果子。耶和华的神点伫伊，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计划甲能力的神，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伊要掠敬畏耶和华最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也毋是凭耳孔所听见来议论。伊要用公义审判善良人，用正直议断世上甜美的人。豺狼要甲绵羊三角大，霸甲山羊囝三角倒地，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最细汉的囡仔要牵因。身披恶命，威严之贵，人伫冤中消衰。当先知通过信心的目睭，看见未来的天光。应允的以赛亚，恩典的约，真心比恶标，威严尊贵，仪表一致。伊要开花无成才欢喜，你有欢喜甲笑我，伊要看见耶和华的阳光，
咱的上帝里面，迄时生命人的目睭要开，少年人的耳孔要来，迄时爱卡的要调调幸福，底到的子要唱歌。因为水浸出伫旷野，溪流浸出伫沙漠，搁耶和华救赎的百姓，要活倒转来，要唱歌来到锡安，得到永远的欢喜做免人，因的欢喜快乐由阮土地拢要走。为天来的神秘奥妙，甲威严准备，就是对天显现阳光，搁享受爱的怜悯。着本节人，天已经光了，点就是一日，耶和华这边来临，着欢喜快乐，陪伴做路。玛利亚不知无影因为像这声是什么意思？天使甲伊讲：玛利亚，不惊，因为你得到上帝恩典，但你要怀孕生囝，就甲伊名叫做耶稣，伊要做大，生着至全的一囝。主上帝要用伊的手来庇护伊要做王。甲回家到奶奶，你的国也有忠心。神秘奥妙、尊严、威严、尊贵的神业甲记号，天使甲别日来报神圣好消息。恁着夜目不知，七打恁的目屎，因为玛利亚的囝要来，伊降生的日子已经近啊。我
当时该山岳都有销零零年的工作地价，尽量去做地价，大人倒去分成。少熟悉的属于在这个家，所以对家己的那些城有意有难，对在这个城名叫这个家，会甲伊所应定的物件三角地价。彼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伊伫遐的是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一仔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厝内，因为血管无所在通用温伊。神秘奥妙、威严尊贵的基督以马内利，伊是宇宙的主宰，咱吊伫伊的中间，对荣耀的天空来到顶个后一个座。哦，这就是神秘奥妙、威严尊贵。继承的日。
年，原是故因的乡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微雷照因，故娘的大惊，天使甲因讲，袂去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吉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你要看见一个婴啊，用布包捆住做伊，这个就是互你做记号。不然有一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伊学了上帝讲，伊极权位阳光归于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人的中间。神秘奥妙威严尊贵，天顶现世，以全世界宽容和平消息，搁归阳光伫至权上帝。正山欢喜，迎之响亮，山谷俄勒应声，这是神奇奥妙威严尊贵的日，是天父上帝阳光显现的日。来到耶路撒冷，讲，这是这犹太人的王大了，因为我伫东有看见伊的前，才要来拜伊。因为我听见是北方，从耶路撒冷安尼。就自即见这时头，甲百姓间的经学师问因，基督要伫什么所在出世？因甲伊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地伯利恒啊，恁伫犹太这个头人中，恁拢毋是第一世的。因为要有一个英军对恁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哦，
今第2名威严尊贵，耶稣圣洁之士，就是咱光明先进的牧者，以听做羊羔讲谢。对黄金铺满天顶的路，来到黄金色的大草林层。哦，神秘奥妙，威严尊贵，奇妙无比的日子。奥妙甲威严尊贵，伊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齐地，道就是上帝。这个道是起头甲上帝三甲齐地，万物对道来创造，伊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的内面。 这个活命是人的光。哦，请愿谢上帝所赐的新奥妙甲威严尊贵，就是我在项目以失去的性命来完成。今天的运动才会将地面土沙所请做后做三成。哦，这就是新奥妙。 威严尊贵的奇妙日子。
来出世，有一个囝就是咱，伊要负担国情，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专能的上帝，永永伫地爸和平的人君。心地奥妙，威严尊贵，一切伫这其中所管予人的，就是予人心肝焦跳的快乐甲希望，极其奇妙，万王之王。当咱着报传这个好消息，出大声迎天在关，为年透面，庆祝救主圣诞的新约仪式。
再个来宾祝贺的是县市513首，请咱起立来宾转手。 所修属真正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疼痛甲怜悯，圣神的安慰甲帮助，常常甲恁见人伫咧，一直是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咱今日真欢喜，伫这所在，咱来庆祝救主耶稣的诞生，咱用赞美俄乐方式，而且咱来真欢喜，看见咱的生活费用45分钟的时间，你唱这45分钟，你知影用偌久的时间无？咱就知影阮伊的辛苦，所以咱来甲伊说多谢，甲伊鼓励。 咱的主题以外，咱有外位来帮衬咱的吼，咱先来介绍外来的帮衬者吼，为这边开始吼，这个是长号叫做邵子明吼，是文化大学音乐研究所的吼，再来是这个华国号吼是钟冠哲，另外是这个文化大学音乐研究所。 这个家己的人啦吼，这个叫做穆恩信吼，穆恩信。这嘛是咱这是属于八松馆啦，八松馆就是张浩宇，伊是东吴大学音乐系。这嘛咱家己的人吼，这个是家珍，家珍伊本来就叫做双环管教，来这嘛是咱的主题吼，余慧伊本来是长笛。 思雅嘛是咱的人是小提琴哈，这个咱是来第几代吼，这个培育出来吼，这是像海岸的这个千金吼，叫做佩莹伊是大提琴，来这个是咱来帮衬咱的吼，大提琴就是江家华唐作华江家华文化大学音乐系研究所。 咱今日发现一个明星出来，这个明星呢叫做徐颂恩，做恩，你读书都要摘录来，不错哈，那个多谢。咱这个咱边仔遐嘛有，那个一个迄个啥，安安呢？安安来，叫咱个拍鼓啊，一起来说多谢哈，这个都咧。 咱逐年伫遮咧旁白吼，咱拢一滴一滴红仔某拢发觉讲，咱有遮尔好个啦吼。这个佩佩因为今年呢，咱到后壁来是甲咱咧看到陈师母来指挥哦，因为伊还有怀孕吼，有咧行中间哦，所以咱都发现一个明星出来吼。咱静好，咱的主题吼，非常好吼，迄是咱的感谢。 咱刷落去是咱就，那个伊说到一下好，咱个互伊请恁会使落去要准备这个舞台啊吼，来那个说到一下。咱刷落时间是咱有这个节目要表演哦，咱昨下伫咱教会所在。 咱有真侪好的这个节目表演。
所以咱要准备这个节目的时阵，咱请这演奏要表演的人，节目啊，拢去这边吼，前期的所在，咱老派的所在有啲化妆的所在啊，有人已经卖好，已经换好啊吼。咱有一寡今仔日有这个台湾的节目，还有这个日本的，还有这个咱嘛有这个为百老汇来的吼，幼儿、社福跟儿童农服吼，咱像这青年，咱今来咱到经历这个所在吼。这音控的所在，所有 CD 拢摕去无？都欠啥？拢 OK 啊？你安尼是 OK 还是不 OK？ 咱拄则有报告吼，咱可能刷的是要去上市的餐厅伫遐食饭吼，恁有人可能无报名着，因为前几礼拜你无注意着，临时要去报名，咱即摆阁有14位吼，阁有14位。若要到时要去到门口的所在，分隔张乐伫迄个所在找分隔张乐，然后伊会甲你安排伫倒一个所在，因为咱有优美的，咱有预备即个倒一个吼，目前阁剩14位一个，然后需要的人请找分隔张乐吼。要开始咱节目有这个主持人一个吼，咱这忠言三节呀，咱请伊出场来，将这时间来交的。欠一3100啊，真的热情啊！来，大家好，我是木轩，我是龙贤，我们是中原三峡。冠军怎么没有来啊？我打电话问一下。我想到了，冠军啊，他昨天跟我说，他今天会肚子痛，所以他今天没有来。哇，他肚子是养鲶鱼啊，还可以预测肚子痛。开玩笑。哇，木轩啊，什么是龙贤？刚刚听了我们圣歌队这个弦乐队的表演，不觉得很精彩吗？真是太棒了，真是太有气氛的一个圣诞节。因为小孩子唱歌多么的可爱。对呀，想当年我也是如此的好，算了，不要讲这个。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更精彩的表演要来为大家来给大家欣赏哦，请大家仔细的观看。那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妇幼团体带来的 Honey Honey。真是，尤其因为他们穿的太可爱了，太可爱了，还没着好妆啦。不是龙姐，昨天表演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们是有看过他们的 Honey Honey 吗？你可以表演一下。很简单啊。拿麦克风。不是吧？你这是哇！你这是 sorry 吧？来，接下来介绍这个大家 Honey Honey 呢是一首非常轻快的一个曲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近非常爆红的这个瑶啊，对不对？对。哎呀，我爱的宝宝。你有在发了哦。不好意思啊，被发现了。好，那我们的还没好，刚刚是我跳马来，现在换你献丑一段啦。来，昨天我们的木轩有一段猪肉佬的这个表演，来，好，现在换我毒枭大郎啦。那个钢琴翻得太早了，钢琴应该留，钢琴，来，好，那我们因为
我们副长还要一些时间来准备，才能给大家太精彩了，然后他们特别用心的在准备，所以好，那我们先时间往前挪一个节目。那我们现在有请对，同学是国小毕业的。是，这就要介绍一下了。我是从优秀的中文山国小毕业的。文山国小，哎，你们学校是不是最近有很厉害的队伍？哦，你是说我们学校的躲避球队吗？不好意思，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我们刚好拿到全校第1名哎，然后好像可以出去比赛的样子。哦，很可惜你们遇上了新兴国小的我啊。哦，可是你好像第一个就出去了。哦，也是。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文山国小的扯铃表演。首先，他们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是《大黄蜂的飞行》。好，他们的表演成员呢有蔡少杰，还有沈鸿儒，还有林凯荣，还有邱显佳。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来欢迎他们。
来是由4人团体，是由桃园县个人组第3名。呜啊啊，轻轻哇啦哇啦 bang bang， 呜咦呜啊啊，轻轻哇啦哇啦 bang bang。个人的是少女带来的表演，轻轻哇啦哇啦 bang bang， 呜咦呜啊啊，轻轻哇啦哇啦 bang bang。Doctor, I was in love with you. I told the witch doctor I was in love with you. And then the witch doctor, he told me what to do. He told me, ooh, ee, ooh, ah, ah, ting, tang, walla, walla, bang, bang. Ooh, ee, ooh, ah, ah, ting, tang, walla, walla, bang, bang. Ooh, ee, ooh, ah, ah, ting, tang, walla, walla, bang, bang. Ooh, ee, ooh, ah, ah, ting, tang, walla, walla, bang, bang. 好，一起来开手吧。开始。I told the witch doctor you didn't love me nice. And then the witch doctor gave me this advice. Ooh, ee, ooh, ah, ah, ting, tang, walla, walla, bang, bang. Ooh, ee, ooh, ah, ah, ting, tang, walla, walla, bang, bang. Ooh, ee, ooh, ah, ah, ting, tang, walla, walla, bang, bang. Ooh, ee, ooh, ah, ah, ting, tang, walla, walla, bang, bang.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看到他们这么精彩的表演，全部都用他们牺牲他们课余及假日的时间，非常努力的练习，才能够有这一间如此精彩的表演。
啊，一点点而已。啊，可惜昨天没有玩到，今天要不来秀一段呢？好，哎，丢一个扯铃好不好？好，我们主持人要献丑了，来，掌声！非常的熟练这个技巧哦，这是传说中的炒面。哎，我听不到声音啊！麦克风。好，这是非常专业的表演，我是相信简单啊。陆轩你是非常有天分的。谢谢你。我们在这拍，再次掌声来打，非常的掌声鼓励。你看，就连我们这个19岁的这个大专生都无法做到这种绝技，真是不简单啊！哎，我看我们以后要多约点时间出来扯铃，不要当打电脑了。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来，我们欢迎接下来的表演。让我们欢迎妇幼团体带来的 Honey Honey。哇，陆轩，这是大饱眼福啊！哇，真是太棒了！我明天一定要邀请我妈妈来一起来加入这个。
较也拜到，你想去哪里玩？日本吧，美国好像也不错啊。哎，你不觉得台湾的文化其实也很迷人？说台湾的乡土文化吗？可是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感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台湾的乡土文化。说的也是哎，可是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一群美丽的姑娘来替我们来表演这个台湾的乡土民俗文化哦。好，那不多说，我们快去看看吧。好，我们欢迎，让我们欢迎妇女团体带来的《在这块土地有爱》，掌声欢迎。吹过淡水好寒，水边的红树林，台湾叫阮是第一名。无下水阿点伫遮，下零时暗晡才来做伴，烧酒的嘛会爬树仔，美丽的鸟只飞来伫遮起厝单。
玉轩啊，什么是龙涎？你有没有看过樱花呢？没有哎，我没有去过日本，我真的没有看过樱花哎。在这个东墨水这个地下，是樱花盛开之地。哦，这个学问。可是啊，我们对啊，没有什么时间去那个看那种樱花，而且我们也为了这两天的主持，书都没有读。不过我想到今天来这边就来对了，我是为了这个节目特别过来的。拜托，你为了这个节目来啊？不是，是这个节目也是起讲清楚嘛。不要乱讲话，对。好，今天我们现场有请到了几位可爱的妈妈为我们来表演。可爱的妈妈。哦，那你们都是姐姐嘛？可爱的姐姐。可以啊，好。那我说，韩国有东极之恋，日本有东英之恋，让我们来欢迎中原团契带来的东英之恋。哇，这个表演太棒了！是，
在这边报告一下，刚刚我们捡到了一只 Nokia 的手机，然后它的桌布是一个小男孩的照片。那如果有人掉手机的，请到后台来跟我们领取。而且啊，重点是这只手机竟然还是铃声模式的哦。再次提醒大家，请把你的手机调成震动模式或是关机啊，以免妨碍到节目进行哦。好，龙贤啊，你有没有听过歌剧魅影啊？他不难有。多，I love you。哦，停！太烂了吧！这里还轮到你来唱歌吗？让专业来表演给我们看好了。什么？有比我更专业的吗？当然啦，那我们就不多说，让我们欢迎迦南乐团班带来的《百老汇之夜》。At my command, right now, fly me up to love's land, baby. Don't you leave me at the post. Kiss me, you can feel it coast to coast. Right now, baby, you don't love the most. You have set my soul on fire. Only you can satisfy.再次热烈掌声，谢谢迦南舞蹈有氧班。迦南舞蹈有氧班。有氧班。好，来，在下个活动进行之前呢，然后请儿童启蒙学有要表演的
这几个小朋友请到后台准备哦。龙贤啊，刚刚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表演，有双年团契，有妇女团契，有火辣的，有非常漂亮的，这还缺少点什么啊？难道就是那种儿童般的天真吗？遇上他。哎，不是以这种恶心的天真，好不好？啊，我这么可爱。好，那我们欢迎，接下来我们欢迎幼班的姚林武。你这样说我不够可爱。
们真的是太可爱了。哇，想当年我也是这么的可爱。可以停，你不要再耍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进下个节目，那我们欢迎社福中心带来的表演。好，那我们欢迎社福中心带来的诗歌《圣诞老公公与小木偶》，掌声欢迎。好，让我们再一次以掌声来鼓励他们。12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12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为我们带祝福。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平平安，平平安，耶稣给我们礼物。小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12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12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为我们带祝福。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
的坐在角落度过黑夜，伤害总是让我来不及防备，只能默默承受着无名之泪。谁能为我剪断身上的累赘，让我不再左手操控的傀儡？谁能开启长期封闭的心扉，使我生命拥有闪亮的点缀？耶稣，我要高举你荣耀珍贵，高举中的却又无怨无悔。耶稣，人能评断我是非，因你的宝血已洗净了我的罪。耶稣，谢谢你为我带来安慰，用尽一切爱填满我心中空缺。耶稣，我的心因你绽放光辉，指引我是你永远的宝贝。谁能为我剪断身上的累赘，让我不再左手操控的傀儡？谁能开启长期封闭的心扉，使我生命拥有闪亮的点缀？耶稣，我要高举你荣耀尊贵，高举中难却又无怨无悔。耶稣，人能评断我是与非，因你的宝血已洗净了我的罪。耶稣，谢谢你为我带来安慰，用尽一切爱填满我心中空缺。耶稣，我的心因你绽放光辉，指引我是你永远的宝贝。耶稣，我要高举你荣耀尊贵，热情中难却又无怨无悔。耶稣，人能评断我是与非，因你的宝血已洗净了我的罪。耶稣，谢谢你为我带来安慰，用尽一切爱填满我心中空缺。耶稣，我的心因你绽放光辉，指引我是你永远的宝贝。哇，这是太令人感动了！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他们。
哎，陆轩啊，什么？我最是近我在看几部电影，看什么电影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牛仔无双》啊？牛仔无双是哪一部啊？就是那个布鲁斯·安德烈星号演出的啊。哦，就是那个跟那个山卓布拉罗曼蒂克直秀一起演出那个。对。哦。而且你知不知道他们最近要订婚嘞？真的假的啊？假戏真做啊！哇塞，真的是牛仔味真是太强大了。那是不是要跳个舞来庆祝一下呢？是啊，那我们欢迎儿童植物学的牛仔舞，掌声欢迎他们。滑鼠还能控Try with me, here we go.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ry.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1, 2, 3. Everybody, come on, off your seats.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a beat that's gonna make you move your feet. I'll give the barbecue show and tell you how to move. If you're 5 or 82, this is something you can do. Pop it, lock it, polka dot.
全是下台。在台上俩狗，群聚效应。Let's get it started. In this context, there's no disrespect, so when I bust around, you break your neck. We got 5 minutes for us to disconnect from all intellect and let the rhythm affect. The intuition, follow your intuition, free your inner soul and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 When we be out, full of be that. You with a boy, shit. Turn it till it's turned out, turn it till it's turned out. Act up from Northwest East Side.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et into it. Get stoned, get it started,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ose control of body and soul. Don't move too fast, we'll just take it slow. Don't get ahead, just jump into it. Got here about it, you need to do it. Get started, get stupid. Don't worry about it, people will walk you through it step by step like an infant new kid. Inch by inch with a new solution. Transmit hits with no delusion. The feelings are irresistible and that's how we move it.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et into it. Get stoned, get it started,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Running. Come on, y'all. Let's get it. Let's get it. While I get it. Let's get it. While I get it. Let's get it.无你想讲我该安怎出题？咱感谢所有今日嘉宾个拍我来，好啦，很精彩哦。咱唔通袂记这所表演的背后拢有这老师伫咧，咱甲老师拍我好无？逐班都有一个老师，敢若有三个班是共一个老师，所以特别烦恼着，甲特别辛苦。这是棉花伫倒，棉花伫倒先，我看一下。咱这个台湾歌、台湾舞，这个日本舞，甲这个什么百老汇，拢总是棉花一个教出来的，哇，太厉害了！加油！
即摆时间就拄好12点吼，咱来去结束，啊，到伫上车的迄个上市的所在去食饭，主要报告吼，食上市。啊，若有你无报着名，咱阁有14位去遐坐饭结娱乐吼，咱同时来祈祷。听堂的主，阮伫这所在用真欢喜的心情，阮伫遮透过赞美礼拜，阮也透过阮有跳舞有即个方式，阮来表示阮心内欢喜，因为主耶稣你为着阮诞生，当阮刷落去，阮也要送个主餐，求主你来祝福伫阮所有中间的这交陪，阮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彼此请安讲圣诞恭喜，然后用这个上市的餐厅来行吼。社区节气，看到来电来说，评价器材吼，社区节气，咱先主场摆在公司还有前几家，社区节气麻烦。小米日本去留啊！对，林华老师，我做伙来翕相。对，主播啊，我要老师翕相。今日安其他人向这个餐厅来行。